今日過到嚟豪尚1909尺，望一望呢個單位改晒間隔。如果中意主人房有衣帽間就啱晒嘅。望一望呢張大床先，呢個單位有幾樣嘢要睇。呢啲1900尺單位一梯4伙，你要睇嘅一定係睇主人房。正前方全部望晒中央公園，我哋可以望到呢間主人房係有少少改動。大床之餘，呢邊有個倒頂櫃做晒，衣帽間就喺呢邊，轉個身喺呢度。我哋望埋個套間先，豪尚嘅套間標準旗杆、浴缸做晒嘅。我哋睇到呢個單位200幾萬裝修1900尺嘅豪尚，呢個廳嘅間隔。正前方有個露台，望一望景觀先。豪尚呢一邊就係望翻中央公園景觀。喺呢啲單位一梯4伙嘅戶型都唔多，我哋可以望埋後邊呢度先。業主呢度做咗個吧台嘅位置，可以捉下啲國際象棋。呢邊有翻個客飯廳嘅位置，然後呢度個倒頂鞋櫃做好晒嘅。改咗間隔，呢兩間房會相對細少少，但係做咗男女房。呢間就女仔房啦，呢間房就會相對大少少。標準床用窗台做咗個院子，都係望翻中央公園景觀。可以望一望身後邊呢個倒頂櫃，全部做晒嘅。呢間房就偷咗少少位，相對細少少，但係佢都做好晒大床。呢度係一個榻榻米，所以係夠晒空間，同埋佢身後邊呢度都有個入牆櫃，成個入牆櫃都做晒，收納空間都夠嘅。豪尚有2個露台，廚房嗰邊有個露台，呢邊經過一個細嘅工人房或者雜物間。1900尺嘅單位，個廚房都特別大，全屋都係同一個景觀，都係望翻中央公園景嘅。咁呢個露台有樣嘢好嘅就係可以攞嚟曬浪。鏡頭前嘅你如果有興趣，呢間7000零蚊尺豪尚裝修200幾萬1900尺單位，望翻中央公園景觀一梯4伙嘅話，總價先至1300幾萬。可以喺後台點擊個頭像攞到聯絡方式，關注晒我所有平台。我係 Oscar，再見。